江江啊，江江啊，回文间，回文间，回文江，回文江，尖尖啊，花文尖，回文江。老师是不花文尖？对，正确。好来，文说。小一今年第2分哦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就是伫尖翻译是花文尖啦，吼，迄个尖爱合顿。另外，因为伊拗来拗去，所以咱感觉若像迄个万字，迄个就是迄个符号无？嘿，万嘿，所以万字叶也是迄个翘边尖，因为咱边尖一般是嘿一字的嘛，啊，毋过伊翘来翘，弯弯翘翘，所以叫做翘边尖，也是会当讲纸叶啊，因为咱正常用咧叶纸，啊，毋过即马有迄个长尾夹，长尾夹有当时啊嘛是会甲伊讲做纸叶啊，还是叶啊安尼，嘿啊，所以即个部分会文尖会使。